Mission Impossible Tom Cruise 嘅高難度演出當然就正啦。咁但係作為呢個系列可能嘅收官之作，收筆呢，我覺得有少少可惜，有啲爛尾感。今次最終清算呢，有唔少地方我覺得值得商榷嘅，不如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睇法啦。同埋喺我眼中，如果呢一個系列要延續，接班人可以考慮邊個呢？對於 Tom 哥嘅影迷，上一集電單車跳崖同呢一集嘅小型飛機打鬥呢，都一再證明咗 Tom Cruise 嘅能力。咁但係作為電影迷呢，開場冇幾耐嗰場機流劫反戲，我覺得相當離奇。地點明明話係奧地利㗎嘛，即係喺其他國家嘅管轄權啦。咁有冇咁輕易入去呢？而突如其來嘅行動，以 Paris 嘅身手同埋佢嗰股狠啊，應該一腳咧就踢到 Benji 頸骨斷裂致死啦，而唔係短暫暈低。更加唔好話佢哋最後究竟點樣離開呢？ Paris 嘅造型咧都幾奇特。記得上一集 Paris 中刀嘅地方咧係左下方。我哋先唔爭論，其實上一集呢個角色咧個設定係佢向 Ethan 報恩講出咗秘密，係死於火車上㗎嘛。今次嘅復活，左下方嘅刀疤咧正常，但係嗰條彎曲嘅傷口又係點呢？就算佢以前曾經做手術，呢位醫生我想問到底係讀醫科定係家政縫紉呢？就算天氣熱，我相信露臍裝咧都唔會係一個疑犯嘅裝束。咁美術造型究竟想點呢？湯哥飛天咧就一流啦，而嗰場深入水底可能係零下幾十度嘅環境，要揾到嗰個盒咧，其實已經係好超現實㗎啦。佢仲要除晒啲衫，可以脫險呢個情節。喺茫茫冰海 ，Grace 及時揾到湯哥，仲做人工呼吸，雖然係幾浪漫嘅，但係你係點樣可以着到咁單薄而救到佢上岸嘅呢？雖然話睇電影都應該要接受佢嘅超現實嘅，咁但係都要精密一啲嘅邏輯啊嘛。上一集 Lufa 喺片尾度咧就話自己要去揾一個冇網絡嘅地方做準備工作，避開 Entity 嘅追蹤。但係呢一集佢所設計製成可以反 Entity 嘅嗰件超 5G 咧，即係喺冇網絡嘅狀況之下完成，冇測試點樣 debug 呢？但係佢一次就成功 KO 咗 Entity 喎。就算我將所有超夢幻嘅劇情都拋開，就當呢個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佢嘅本質。大家有冇留意 William 片尾有一個鏡頭，個子彈喺佢個腦後方飛過？當時我以為咧係想講佢中咗彈，但係咧都幫大家解開個危機至死。咁但係原來最後咧佢都冇死。而佢咧冇怪當年 Evan 係害佢失業，反而係感謝佢，因為被燉冬菇至揾到佢一生中嘅最愛。呢個點子嘅設計呢，如果佢周圍係環球小姐，而佢仍然揀佢嘅太太，咁就當然可以確信係佢嘅最愛啦。但係冰天雪地，鬼影唔多，得好多隻嘅 husky 嘅荒地，有個人陪洗衫、煮飯同餵狗。呢個對白到底係自我諷刺，抑或係咩呢？呢個系列嘅尾聲咧，想做一個完美嘅收官，包括 Evan 代總統交俾女將軍嘅字條。1996年5月22號其實係 MI 系列第一次上映嘅日期。內容咧都有好多致敬啦、回顧嘅地方，但係我覺得始終都唔及007嘅收官，因為007最終回歸人同埋情，真實一啲。人係唔可能打唔死嘅，人都有弱點嘅，反而 MI 系列喺任何情況底下到而家都死唔去，顯得太過誇張。江湖傳聞話 Tom 哥咧想揾 Glenn Powell 接班 MI 系列嘅主角，雖然呢個靚仔咧都非常之突出，但係要佢突破阿 Tom Cruise 咧，本身就係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。大家會攞兩個人比較，所以如果用一個女性，譬如 Paris， 大家睇過佢演出啦，身手外形都非常有個性，或者可以俾 MI 系列一啲新鮮感，同埋有更加多嘅創作空間。例如作為女性，有啲任務係可以用唔同嘅手段構思一啲唔同嘅拯救任務。舉例啊，食物對人體內分泌影響可能會製造紊亂，咁下一個不可能任務係咪可以化解糧食藥物有關嘅危機呢？